顾美惠，新面孔哦。出来。尴尬了！人家就跟你一样也怀孕了，你家一个死人，弄不好人家家就一尸两命，你怎么赔给人家啊？讨债女王讲的其实是一个台湾的妇女，当她的老公突然间过劳死，那她为了向工厂争取其实区区的200万而做的一切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偷窃了吗？太像了，真温汤啊！我想到讲一个大不倒的查某人，为着身处才会权利，会当做出这么多离谱的代志。潇洒不？基本上我演这个角色的时阵，差不多有9成的时间拢是大不倒，囝拢还未生出来，就已经死翁啊、嘴啊，还有一个细汉的爱饲，还有大瓜嘛爱饲。因为我伫咧内底爱演一场就是孝女白琴的戏，啊，我嘛特别去YouTube 馆顶看遐足专业的孝女白琴平常时伫咧做戏的时阵是安怎唱、安怎哭。因为老公是过劳死嘛，那她就觉得说公部门并没有给她一个完整的照顾，所以她只好靠自己的力量去向工厂讨这笔抚恤金。我伫小小女王内面演的角色叫做吴德祖，啊，这个角色其实淡薄仔干巧啦，一直想讲要甲因头家趁钱啊，省钱啊。伊就搞爱的，我感觉伊会当去配音啦。还有第4个那个，最后一项。我是感觉讲一个人去互一个环境安尼比较走投无路的时阵，应该会做出真侪真抢梦的代志。柯如峰，伊是一个冷静、充满正义感的人。他其实从美惠身上看到了相同的母爱的成分，他决定就是好，那我要帮助这个女生。王汉良在死亡前1个月的工时的确超过法定标准。我在里面饰演的是赵国豪，然后他是一个拳击教练，他老婆是许如芳，对整件事很打抱不平，然后我也觉得很心疼我老婆，决定要去解决这件事情。节目把重点不交出来，谁都别想离开。这个武打戏非常难，因为你要记动作，然后你要记反应，还要跟对手对到，就一个不小心用晃神的话，你就是直接中脸。我们在动作设计上面，比如说你真要摔还是摔地板，但是怎么摔法看起来是真实，但是又不会受伤。大恁做一个较够开的啊！你叫是恁老爸无伫咧，我这个做老母的管你袂顶当安怎？我是感觉讲，就是演了美惠这个角色了后，我会当真感同身受，就是讲，属于你的权利吼，你就是爱尽力去争取，是爱大家拢平等，所以讲一定爱坚持，爱争取到底。其实它代表的是蛮传统台湾女性，当她碰上真的大事件来临的时候，所展现出来她的坚毅的个性，就会觉得开始会体会她的心境，或是跟她一样，真的是笑中带泪的一个故事啊。